受到这几件化影响，即马私立学校招生是愈来愈困难。有私校的董事长呼吁政府讲，对这个认真办教学，也毋过这离考较远的所在，这个私立学校辅导的时应该爱有搁较侪方案，毋通直接甲人要求爱学校收起来。 中华奥会副主席陈树奎常常出现伫比赛场为选手加油，不过这回伊是来接受表扬，因为伊另外一个身份，新竹县永德高中董事长，得到中华民国私立学校文教协会肯定，真做私立学校出色的教育事业家。目前国内学生逐年拢会减5%，不过永德高中早就有准备啊。 自5、6年前就开始咧招东南亚的侨生。在5、6年前，我们就开始规划，就是说从东南亚那边呢，我们去招收这个3+4的侨生技职班的那个学生。那另外，当然我们在自己本土这边呢，我们在台湾内部，我们也让我们的同仁呢增加一些招生的策略。侨生合作专班正做这几档学校的重点项目。目前规间学校有1800的学生，侨生都有200人，加上发展的特色，但是会强调讲，董事会会全力支持教育。在中华民国私立学校文教协会理事长，也就是私立育大科技大学的董事长王玉文指出，伊讲袂少偏远的学校辛苦办学，只不过地点较严苛，招无学生，希望政府的辅导会当更较用心咧。教育资源能够再分配，包括学生的名额。 例如说，我们是不是公立学校这个人数可以减少一点？那这些名额的话，分配到其他的学校，那有一些其实还不错的私立学校，有学生进来，它就可以生存下去。教育资源再分配，公立大学敢有可能减少招生咧？有着种的董事长甲校长是还阁有期待，嘛希望政府面对私立学校的时阵，会当更较有同理心甲思考，毋是买就买，就直接退场处理。记者林晓慧、曾志成台北报道。